鑑於當局完成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制嘅公眾諮詢已經超過咗半年啦，當局何時會正式進行立法，以及提交有關嘅規例與立法會審議，以便從源頭減少產生廢電器電子產品？廢電器電子產品嘅生產者責任制咧，喺公眾諮詢期間咧，我哋收到嘅意見書係達到2700份。市民大眾以至業界普遍係對於個計劃整體係表示支持嘅。但係由於計劃裡面嘅內容咧係包含咗咧係將來嗰個管制嘅涵蓋範圍啦、流向嘅管理啦，呢個即係包括嗰個進出口管理嘅加強啦、妥善嘅處理呢啲廢物啦、分擔成本等等嘅不同範疇，我哋係必須深入研究同埋參考國際間不同嘅經驗。我哋計劃咧喺今年稍後嘅時候咧，開始同業界同埋各個持份者咧就住有關嘅方案咧係作一個深入嘅討論，希望訂立一啲具體嘅方案，係包括從收費嘅方式、本地處理嘅方式、進出口嘅管理，同埋咧點樣協助本地回收同埋處理呢啲物件呢4個方向係着手嘅。政府會以呢一個咧係作為生產者責任制下一階段嘅一個重點嘅項目。我哋希望咧喺提高廢電器電子產品嘅回收率嘅同時咧，亦都能夠推動咧喺本地落戶生根嘅回收行業。我哋都會致力咧盡早落實推行廢電器電子產品呢個計劃。